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9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4篇，出埃及记第14章第1节到18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第9节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越过困难。人生有苦难，其实是蛮正常的。基督徒遇见苦难也是正常的，就如同以色列人也在埃及遇到跟埃及人相同的苦难，甚至他们所遇到的困境其实并不输于埃及人。红海对于以色列人而言是一则走投无路的困境。不但如此，后面还有追兵啊！这追兵还是全埃及最精锐的部队。以色列人看海为阴间。如果我们看约拿书第2章，在渔父当中，约拿的祷告文那个内容，他说那个海就是深渊，海底就是地狱之门。因此，当以色列人看到前面是一片大海的时候，他们的心里是害怕的，这是可以想见的。圣经记载说，以色列人一看见埃及王和他的军队赶上他们，非常恐惧，就向上主求救。他们对摩西说：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葬身的地方吗？为什么把我们带到旷野送死？你把我们领出埃及，你看，你做了什么好事？我们不是在离开之前就告诉你这事会发生吗？我们告诉过你别管我们的事，让我们在埃及做奴隶好了。做奴隶总比死在旷野强。他们真的害怕了，害怕到对摩西说：我们宁可在埃及当奴隶，总比死在旷野好。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到那个过海、越过困难的可能性，因为他们非常害怕大水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这样说道：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们，要使你们因跟我连结而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要勇敢，我已经胜过了世界。在世上有苦难其实不是重点，这个重点是如何的越过困难。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方式都会不一样的，但是基督徒来说呢，却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同在同行。就如同诗篇23篇第4节的经文说：纵使走过死阴间的山谷，我也不怕灾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用杖领我，用棍护我。人生的死因幽谷其实并不值得害怕，因为我们有主同行，因此可以安稳自在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面对红海的困难的时候，就如同耶稣基督的门徒在面对突然而来的大风浪时那个态度一样。他们忘记了有主在他们的船上，
有摩西介绍耶和华上帝与他们同行，他们却是惊惶失措，便大声地喊叫：主啊，要死了！以色列人说：我们宁可在埃及当奴隶，也不愿意死在旷野。的确，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于是埃及王登上战车，召集军队，带着所有的战车出发，包括600辆的精锐的战车，由军官指挥。上主使埃及王的心刚硬，出来追赶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居然无惧地离开了埃及。埃及的军队包括战车、战马和骑兵，一直追赶着以色列人，到了红海边境他们扎营的地方。那地方靠近比哈西路和巴利喜分。这样的大困难的当中，难怪以色列人会这么样的一个惊吓。后来上帝透过摩西来告诉以色列人，是圣经的记载，摩西回答：不要怕，要站稳。今天你们要看见上帝怎样救你们，你们再也不会看见这些埃及人了。上主要为你们作战，你们只要镇定。上主对摩西说：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就是了。举起你的杖，向海伸去，海水就分开，以色列人就能在干地上走过去。我要使埃及人顽固，因此他们要进入海里来追赶你们。但是我要胜过埃及王，他的军队、战车和骑兵，他们就会尊敬我。我击败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上主。使徒行传第7章提到了约瑟的故事。约瑟是出埃及记430年前的事情。约瑟之所以会到埃及来担任宰相，全是因为他的哥哥们对他的嫉妒，他们就设计将他卖到了埃及。虽然对约瑟来说，这是一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，但约瑟并不以为苦，而是看到了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。当他与哥哥们相认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：约瑟请他们上前，他们就走近他。他说：我就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的弟弟约瑟。但是你们不要为这件事情焦急自责。上帝为了要保存大家的性命，亲自差我到这里来。这地方的饥荒到现在才2年，还有5年不能耕种，也不会有收成。为要保存你们和你们的后代，上帝差我先到这里来，用这方法解救你们。这样看来，差我来的是上帝，不是你们。他使我成为王最高的官员，做埃及的首相，治理全国。这是创世纪第45章第4节到第8节的经文记载。也就如同约瑟他所说的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差派他先到埃及去，是为了要带领以色列人越过他们的困难。
圣经讲说，族长们的嫉妒，就嫉妒约瑟，他就把他卖到埃及去了。但是上帝与他同在，救了他脱离一切的灾难。当他站在埃及王面前的时候，上帝给他风度和智慧。埃及王立他为国家的首相和王室的总管。不久，埃及和迦南全境有严重的饥荒，造成很大的灾害。我们的祖先绝了粮。雅各听见埃及有食粮，就差遣他的儿子们，就是我们的祖先，到那里去。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去的时候，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相认。埃及王由此也认识了约瑟的家族。约瑟派人去见他父亲雅各，请他跟全家到埃及来。来的亲族一共有75人。雅各南下到埃及，他和其他的祖先死在那里。他们的遗体被送到示剑，葬在亚伯拉罕用钱向哈默的子孙买来的坟地里。上帝同行，为了要使人能够靠着上帝的保守来越过困难。诗篇114篇，以色列人一离开埃及，雅各的子孙离开异族的土地，犹大成为了上帝的圣民，以色列成为他自己的国。红海一看见就奔逃，约旦河也倒流，群山像公羊跳跃，丘陵也像羔羊蹦跳。红海啊，你为什么奔逃？约旦河啊，你为什么倒流？群山为什么像公羊跳跃？丘陵为什么像羔羊蹦跳？大地啊，你要在主来的时候发抖，在雅各的上帝的面前震动。他使磐石变为池塘，使岩石涌出泉水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能够在遇见困境的时候有所依靠。这唯一的依靠就是上帝，在上帝的困境中来带领，保守我们能够越过困难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